圣经故事新旧约，台湾教会公报社印，1954年，得着人亲像掠着鱼遐济。耶稣出头教示人无偌久，就真侪人下定定来找耶稣，要听伊的教示。耶稣看到人遐尼多，就入去伫基尼撒勒湖顶的一只船的内面，对船顶讲道理，互因听。迄只小只船是西门彼得的。耶稣讲煞，就叫彼得拍网落去水内掠鱼。彼得听到安尼，检采家己安尼想讲，这人也毋捌讨鱼，伊减会知倒位有鱼，所以因耶稣讲，我已经通眠了，连一尾也无。总是彼得想到耶稣所行的种种的神迹，就随时搁讲，阮虽然规暝掠拢无，总是阮要照你的话搁来拍网。彼得讲煞，一个拍网落去，掠着真侪鱼，到希望得要离去，直到就叫别只船来斗骹手。这时彼得感觉真见笑，因为伊大声邀议主的话，所以伊赶紧对耶稣讲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有罪的人。”是啦，彼得安尼谦卑趴伫耶稣的脚前，来听候上帝要应伊。因为耶稣对伊讲：“无得惊，对这条了后，你要得着人。”咱知对迄时起，彼得怎样对主耶稣做真侪大的代志，现时也真欠用，会引带别人来归主的人，总是上大声，伊就亲像彼得安尼认家己的罪，接受耶稣做救主。